離係 golf course， 後面係公園，咁樣嘅一個 building 喺溫哥華鬧市之中，你又會唔會鍾意呢？帶大家睇下。歡迎大家入到嚟呢一個單位，咁啊位於402室，右手邊咧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廳啦。呢個單位就有好多儲存空間，3大垃圾衣櫃俾你擺衫、收藏你嘅物品。喺我嘅左手邊咧就有一個好開揚、好明亮嘅房間。再往前行多2步，第二間房亦都係擺個 queen size bed 都係冇問題噶。右手邊有一個獨立分開嘅全套房，帶有洗手間、浴室、企缸等等。咁再就嚟到個大廳位置啦，樓底特別高，因為我哋係個 corner unit， 所以景觀十分之開揚。呢一個歐洲廚房絕對係適合你嘅。點解叫做歐洲廚房呢？佢嘅廚櫃係由意大利供應商 Schiaffini 去做嘅，咁而所有嘅家電呢都係德國名牌 Miele， 所以所有嘅廚櫃家電係絕對頂級㗎。